做羅子悅，我今年6歲半，跳拉丁舞。大家好，我叫做羅子瑩，今年9歲。我哋今日參加第69屆體育節，我最開心嘅係可以同啲朋友一齊表演。我係子瑩子悅嘅媽咪。今日上半場表演嘅氣氛好熱鬧，因為見到好多小朋友表演，佢哋表演得好精彩，證明佢哋真係好努力咁練習啊！開心，因為可以同家長跳舞。之前都係比較少少怕醜啦，咁經過每一次表演之後，佢都係個人係積極咗好多，同埋係面對觀眾嘅能力係非常之好。係開心快樂學習為主啦，因為都係輕鬆嘅呢個賽事係啦，表演都係輕鬆嘅，咁佢哋好盡情投入又開心，咁佢跳得開心就學得多嘢啲啦。我叫劉雨欣啦，我今年10歲啦，小4啦，學咗跳舞學咗4年。因為每一次都係佢自己去比賽，佢同我講有壓力有緊張嘅，咁我話有幾緊張啊，咁樣佢又同我講話，不如你試一次啦，咁樣，所以今次呢，就真係用咗1個月去排舞嘅，跟住就陪佢嚟參加今次嘅比賽啦。以前佢做唔到嘅動作嘅時候，我會喺旁邊嬲嘅，咁依家開始我同佢一齊做嘅時候，我發覺啲動作我做唔到嘅時候，我就唔夠膽嬲自己啦，就明白佢自己係一路都好努力咯。我最中意嗰 part 係我同媽媽一齊上場跳嘅，因為係我第一次同媽媽親子跳啦，所以就又激動又緊張。其實我以前已經比賽過啦，不過係我自己嘅，我感覺同媽媽比賽好玩啲咯。我哋下年一定會再嚟嘅。即係每一個運動員或者係參賽選手，佢嚟到比賽呢，佢第一個心願，特別係小朋友，佢係想得到肯定嘅。咁我覺得主辦方佢諗得好周到嘅，即係各方面嘅評估都俾到一個鼓勵俾小朋友。係啦，我哋就好 enjoy嘅，就希望繼續有呢啲咁樣嘅節目俾我哋親子活動。